今天咋这么冷呢？多少度啊？哇，34度啊！得起来了。啊，这门真给我拱开了。我说这么大风呢。啊！哇，靴子里都凉了。哇，袍子有点埋汰了，一会儿再洗一下。先把炉子点上。哎，这是昨天晚上烧的锅。哎，这么大雪啊！哎呦，我该清清蒙古包了。一会儿回来清它。去，捡点羊粪砖。哎，先把草铺上。这天里。好，让时间烧一会儿，我先出去把雪清。哎呀，这么厚的雪！哇！这里灯不怎么亮了呢。哎呀，太能板都被盖上了。我说的呢，怎么没有电了？这行。哦，太冷了，洗把脸吧。啊，没水啊！哎呀，快点血洗吧。哎，这块雪白。哎，这人好了。哎呀，洗把脸吧。拿点水去。哎呀，终于找到了，挺轻的。打一口水，够咱俩喝2天了。太冷了，来点奶茶。茶煮好了，下面来点大粒盐，再放点炒米。好，
好，真香啊！装糊。再把我这块风干肉给它拿出来，这泡着奶茶老香了。这块风干肉太好了。这就拿上我的风干肉，放在锅底上。这小天气，哎，来两块风干肉，泡点奶茶，香香的，再放点奶皮子。哎呀，没有这俩小子的时光真是太惬意了。哎呀，我这个嘴咋这么欠呢？这俩小子又来了。